这几位哈啊，哦，走这个栈道，好凉凉啊，风吹着凉凉啊，风吹着。哦，风吹的，风吹的，转得很快。哦，走到这里就好。你看前方有绿色，有红色，又有时候会变颜色，有绿色，有红色，秋冬的时候变红色。哦，你看那个根呢？你看那个根呢，长这个样子了。你看那个根呢，长这个样子，凸出来。哦，走在里面要小心，你看，不是平的呢，都凸出来了，根都是凸出来的。